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開始之前，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仲要撳埋個鐘仔，咁樣一有新片時，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今次我想同大家講個好有戲劇性又帶少少江湖義氣味道嘅娛樂圈故事，主角係我哋熟悉到冇得再熟悉嘅華仔劉德華，另一位重要人物係向太陳嵐。話說向太最近喺社交平台小紅書放咗段回憶片，講到華仔早年創業投資失利，差啲瀕臨破產，亦講到當時有人伸手幫忙出面借錢同埋私合約放人等一連串嘅人情與抉擇。呢個片段一出，即刻被好多媒體轉載討論，成件事聽落去好似港產片情節調出嚟咁。想講嘅第一樣嘢就係呢個故事唔係冇來源，係向太喺社交平台第一手講出嚟嘅，之後俾香港同內地多間媒體轉述報道，呢點係事實。講翻向太陳嵐喺香港電影圈係一個有份量嘅人物，向華強夫婦喺電影圈有多年人物同埋影響力。中國星係向家開嘅公司，亦係一個香港影圈嘅重要力量。向太本身上嚟講故事，講人情，佢嘅角色唔單止係一個旁觀者，好多時候咧係一個決策者、幫手，甚至係護航者。正因為佢係圈內有份量嘅人，所以佢一句回憶想唔傳都好難。佢今次講華仔嘅事，會即刻有好多人留意，因為一方面係華仔係天王等級，另一方面係向太呢啲圈內人講過往嘅舊事，仲帶有私人情感。向太喺片入邊講嘅核心故事係呢樣啦。華仔年輕嘅時候唔止係做藝人，亦有做生意、開公司、拍電視劇片。但係華仔公司呢幾次虧損，最後一次出事嘅時候，因為股東嘅華仔要揸住一大筆債務，數目係4000萬。面對咁大嘅數字，華仔揾唔到路，走投無路之下就揾向太求助。向太喺片中講得好直接，當時就係借咗俾佢，而且冇寫欠單，冇乜形式上嘅記錄，係以人情方式借出嚟。之後華仔係靠拍戲慢慢扣數還翻啲不情義債嘅。向太仲講到有一次為咗放華仔出去闖，甚至係當面把中國星嗰份仍然未到期嘅合約撕毀，話你走去闖，你去闖下啦。呢啲場面聽落好戲劇化。呢段向太嘅回憶係佢自己講出嚟嘅，所以媒體大部分係轉述佢片段入邊嘅內容。如果你想要一個時間線式嘅概念，事件大約係講緊90年代嗰段。華仔嗰陣都係試圖由純表演者擴展到幕後做公司做製片，而呢啲冒險係有勝有敗，部分作品未必賺錢，結果積累虧損。個別報道指出，一輪嚴重虧損累積到4000萬左右。呢個背景解釋咗點解華仔會走到要揾人借錢嘅地步。90年代其實係香港電影工業轉型、資金運作同埋合夥模式好複雜嘅年代。藝人會兼任監製、投資者，如果拍嘢時唔順利，責任就會落翻個人或個公司，導致佢哋面對好大嘅財務壓力。向太喺片中亦都提到咧，合夥人之間有糾紛，甚至因為捧某個人，向太用咗一啲例子講佢同華仔嘅矛盾同埋誤會，搞到官司同賠償，呢啲都加重咗困境。而家大家要問嘅係呢個故事可信唔可信啊？首先分兩樣嘢，一係向太係親歷者。佢係第一手講述者，佢描述嘅係佢親身經歷或聽到嘅事，作為口述歷史，當然有佢嘅價值。二係口述歷史本身會有回憶偏差，時間經過、情緒、人物立場都會影響細節，例如數字啊、具體事件次序可能會唔精確。事實上，有關華仔早年靠接大量戲努力還債嘅說法，並唔係第一次出現。過往亦有報道同訪問提到，佢曾經為還債而接好多工作，曾經有公司虧損等情節。向太今次講嘅借錢同私合約，只係為呢段已有嘅事實加入更多細節或者私人視覺。換句話講，整體故事框架同舊資料係互相呼應，但係細節可能有口述差異。呢點係我哋作為聽眾要留意嘅。關於數字呢，有幾個點值得講清楚。向太講到4000萬，唔同報道呈現時可能會因為編輯處理、
貨幣換算或者口述時嘅語境而出現唔同版本。例如有舊報道講過1500萬嘅細節，有時候係單一場借貸，有時係不同時期累積，又或者媒體引用時會以人民幣、港幣或者其他貨幣標示，造成讀者誤解。講呢啲數字咧，就好似電影入邊啦，鏡頭對齊唔同鏡位，基本場景正確，但係角度同光線會影響你睇到嘅細節。總括而言，4000萬係向太版本入邊嘅一個關鍵數字。而早期有關華仔負債，唔少藝人都會講嘅還債經驗，呢啲互相印證，令整體敘事唔會完全跳通。但係如果你係一個要確認法律、財務細節嘅人，單靠呢啲口述仲係唔夠，要有更多第一手賬目或者官方聲明作憑。講到官方聲明同埋公關層面，截至我檢索到嘅主流媒體轉述呢次嘅新聞，主要係以向太喺小紅書嘅影片為來源。媒體多數係轉述佢嗰段講話，暫時未見劉德華或者中國星有針對今次回憶發出正式具體嘅新聲明去否認或補充細節。呢個情況唔係話以後唔會有聲明，但係當下媒體版面多數係放向太片段同相應嘅分析與回顧。對於有啲讀者嚟講，呢種先有口述再有轉述，最後可能先有官方嘅節奏，係好常見嘅新聞循環。咁聽落係一個關於恩情嘅戲碼。向太係圈內有地位、有錢、有能力嘅人，而華仔係一個有理想、有抱負，但喺商業操作上遇到困難嘅年輕人，向太出手幫忙，未打欠條，就係講緊一種社會文化入邊經常被讚揚嘅義氣。有時候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遠超過合約同文件，一啲人可能會為咗情誼唔計較形式，俾真金白銀幫手過難關。呢啲情誼故事往往會令人覺得特別溫暖，亦會成為日後娛樂新聞裏邊最感性嘅部分。另一方面呢種無條件嘅幫助亦存在風險，例如日後會唔會出現誤會、記憶分歧，或者被外界放大解讀成私下交易，呢啲都係必須要正視嘅。呢件事令我諗起啲江湖故事，有時真情係救你一時，亦可能成為你一世記憶入面冇法回頭嘅一頁。呢種情義嘅溫度同風險，正正係港產片成日用嚟做戲味嘅元素。從新聞學角度嚟睇，點樣報道呢類故事好重要。如果單靠一方口述去寫成重磅新聞，有機會造成資訊偏頗。相反，如果以當事人講述作為故事核心，同時嘗試揾到其他獨立來源驗證，例如當年嘅公司註冊資料、法庭記錄、過往訪問片段，會更加完善。今次向太係第一手講述，佢嘅講法會係新聞價值好高嘅資訊，但係記者同觀眾都要識得分辨個人敘事同可驗證事實兩者嘅分別。呢件事入邊呢，已經有史料嘅互相印證，例如舊有報道同訪問，亦有提及華仔曾負債，曾努力拼命接戲還債。呢啲互證令向太講嘅事唔會係完全冇根據。但係想追更嚴謹嘅結論，仍然需要更多文件式嘅證據。我哋再講一講媒體與公眾反應嘅心理。面對一個天王級藝人曾有瀕破產經驗嘅故事，好多人會感到意外同驚訝。但其實呢種反差正正係故事嘅吸引力。台前光鮮，台後可能有血肉嘅努力同痛苦。對粉絲嚟講，華仔嘅努力同被幫助故事，會令佢哋覺得更加有人情味。對其他圈內人嚟講，呢類故事會不斷提醒人哋喺事業上要有危機意識。從社交媒體層面，呢類故事呢亦都好容易被放大，因為佢滿足咗人哋對名人私生活嘅好奇心，同埋對義氣文化嘅浪漫想象。總之，新聞一出，大家咪繼續討論留言、重溫舊片段，呢啲反應都係可以預期。另外一樣要諗嘅係，向太係咪有意喺呢個時候講呢件事，或者只係單純懷緬往事？喺社群平台上回憶過往，往往有好多動機，想同新世代分享經驗，想宣傳自己嘅個人品牌，亦可能係因為某啲生活片段喺腦海突然冒出。無論點，呢啲口述回憶對當事人嚟講有其私人價值，對公眾嚟講就係一個新聞。不過
我會提醒大家一樣，除非有當事人或者相關單位提供可核實嘅賬本或者法律文件，否則細節上最好保留一定嘅懷疑空間。呢種做法對記者同觀眾都好重要，尤其係牽涉到金額、合約同法律糾紛嗰啲地方。總結翻呢，向太講嘅呢段往事，核心係講華仔曾經面對過嚴重財務壓力，而佢曾經得到圈內人實質幫忙，甚至係以人情方式借錢渡過難關。同時，向太描述當年為咗讓華仔可以出去闖，亦曾經撕合約。呢啲唔單止係財務事件，更係一個關於情誼、義氣同事業抉擇嘅故事。主流媒體已經廣泛轉述呢個口述片段，但截至目前為止，即係我檢索到嘅報道，未見到華仔或者中國星就今次回憶發出帶有大量細節嘅正式聲明去否認或者補充，因而現時大家可以將呢件事當作一個有來源嘅個人回憶，同時間留意媒體有冇後續核實或者官方回應。我最後想同你哋講幾句，如果你係華仔嘅粉絲，呢個故事未必會改變你對佢嘅感覺，反而可能會令你更加佩服佢嘅堅持同努力。如果你係對娛樂圈運作好奇嘅觀眾，呢個故事提供咗一個認識圈內人情與資金運作嘅窗口。如果你係做新聞嘅人，記得求證、求證再求證。至於社會上邊呢種義氣同經濟責任互相交織嘅故事，係香港電影史同娛樂圈文化入邊一個唔少見嘅常態。佢提醒我哋，所謂成功背後，往往係一堆未被寫入教科書嘅人情與選擇。好啦，呢條片就講到呢度，中意嘅記得訂閱同埋讚好，仲有分享俾你啲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